歡迎，我想晒下，我未記我第四個 topic 係咩啊？但係這節目就冇這點，講知啊，哪叫？阿龍唔知啦，阿龍。是咩？我唔知咩？哦，頭家，affair。哦 ，affair，哦 affair，affair 我識講。OK，咱講啊你，我真係冇人嚟投資我。未講。我介紹俾可能知啊。哎呀，各位聽眾，歡迎落嚟，我哋嚟邊嚟學見，這個禮拜嚟聽我講故事，有夠笑，有啉有幫助。這禮拜咧，我嘅特別嘉賓咧是老焦阿龍韓國嘅會歡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Well，我老焦一點 MB 歡迎。大家好。韓國嘅唔是未起來咩？係呢，琴晚咁咪嚟個寶。煮福建麵啊，煮福建麵了。點做福建麵啊？就排就要做福建麵啊！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ตอนรับเท้า歡迎。你哋食唔食本咯？當10點啊？唔係我食了。食了啊！快。我當晚我啲講嘅是我啲食。你食咩嘅？你食咩？Chinese noodles, tongue soup, watercress, 哇 fish ball, minced meat. 你就擺煮到人食啊？嚇？你就擺煮到人食啊？我到底煮煮到乜嘢 ？Unless special occasion 啦，special occasion 我煮啊。OK，來，咱講韓國人食湯類啊。係咪湯類？湯幫晒食嘅類啊？冇人食韓國，冇人食湯。特別有時食咩啫？有食你叫咩啊？食飯啊，食麵啊，然後頂管拍一哈！係啦，呢啲類故事會嘅咧，有嘅啊。成個站名我知係啊，站名都看到我 Snapchat 咯。琴日看我 Snapchat 你面，我站名幫名請，又不得要去食你麥記面。煮麥記面。做呢個咩背嘅呢？怪喎！你看到咩？對啲人表你看到啊？有啦。哦，看到啦。你大樣試咪好了，我唔是阿妹，我唔是未背，我是阿妹背過。面冇碰嘅了個。阿面未碰過。我覺得我叫隻女喎，試咗講條我隻鬼了，爭開我隻5粒嘅女。我就是個隻女碗嘅咯，我係隻隻女。Hello，我唔淨講，邊咧我唔捌看過啦。邊咧咱人嘅7-11有變女啊，冇嘅嘛？冇俾。啊，韓國嘅女是煮好事嘅啫。如果我捌到嘢話，嗰隻一卡冇白啊，還是白？卡冇白呢？哦，你伊唔是7-11啊，伊是用 local 嘅真正 brand 啊。你入邊啊，你係食很別攞嚟揾汽車嘅，就係白啦嚟食咧。你冇行啦，隔兩女啊？要隔兩女特別有幾嗱 set 嘅，伊有咧咧是裏邊監食嘅，係啦，固淡薄最啲裏邊。啊，我暑假。係啦，另外一種嘅咧是成日時都同你食掉啦，食咧，會係啦變咗食嘅啲咧。哎呀，我冇啲，我係。你固特別接過嘅。你知我食冇暑假，就是邊啊斜，虛呼我哋見，我哋打個死。打個死。我暑假真係打咩？我8 minute，我就是煮6 minute 咧，我可能對6 minute，我暑假真係6 minute煮一淡薄。因韓國人真係迄個禮數嘅啫，所以就是講我嘅朋友未。坐車去對厝啊啦，你送伊去到火車站啦吼。哦。你睇到會拖這間店嘅 convenience store 啊，睇到拖這間裏邊一條，係啦，俾你攞水，加俾一罐水落去嘅。爽啊！但是講你有講好嘅韓國朋友啊 ，actually 我
我不啱咧，係韓國人啦，我會學到一項物件咯，就是有說等於點先啦，人講嘢未必物件好，你點先啊？My say no。冇你傻嘛，My say no。root 啊 root 你冇成日冇 accept 樣嘢。非就講非就講你冇 accept，我都真奇怪嘅啫。咁你 especially 嗰時好嘅朋友啊，你講下我俾特別物件好，你特別真歡喜去接受，你講嘢係真歡喜。Because actually 講個位啦，冇咩規律嘅物件啦，佢講嘢啫。伊心啦，都俾你啊，伊整。伊俾內立內咯，較濟是俾內立內啦，一罐水。哦，是唔是 indication maybe 你冇 pick up 到 signal 啊？內立內中好似罐水罐。你係是要上？你要上佢咧？你要上一個啊？啲啲阿伯，你俾佢阿蹦，還是落地包？阿蹦啊落地包，阿蹦啊落地包，冇多包，係咪啊？大包，我冇夠多啊！哎呀！我學校上面教這裏物件個咯，特別正韓國就除咗有被包，特別唔是人家硬俾啲物件咯。哦，OK，人家一定能知。第一排我哋講韓國嘛，然後我哋講 pass 講就故因為 before 都去韓國嘅時候就時候，然後講 blended show 了。然後你有當時冇來。當今 settle 當然較好寫啊，你答應。我當然做嘅工。比古早係無影響，真奇怪點先啊！你 odd hours，嗰時都到拜六啊咩有 show，所以我冇可能冇可能起來節目嘅。特別當今時，你即我嚟靜啊嗬，有陣時朋友同我講：哎呀，你去隔壁喺度慘啊，喺邊做工啊，有年冇過啊，就去做個半名係咯，其實啦。浪漫歡喜看小姐，哦，真係是唔是咧？我是 first hand experience 嚟度，你 dramatize 啊！呢隻名嘅，即係自己看咗嗰 dramatize，我表講啊，咪佢記落㗎啦，人 stereotype 個咧 ，stereotype 講人嘅面啊，上邊咧，其實唔是嘅，係啦，我講人特你查某本有去你 operation 過嘅，做過 surgery 嘅 ，actually 唔是嘅，真係少嘅。哦。你同你講 ，OK， 你未見啊？時間都水嘅。OK， 來介紹，我就水咗咯，唔是冇做過。啊，就咩你拍過，但是冇做過 surgery 嚟噶。你講我做過 surgery 啦，你冇可能啦，你做過 surgery 冇啦，盲笑。線話啊？咪線話。你見我呢邊就喺嗰邊線話。八十萬攬嘅surgery。誒，我俾介紹個南西嚟啊，南西。我只條學嘅面啊，即上邊我唔知咯，你估個嚟就實在，你有冇？你是學堂嘅朋友，咪做阿莫騰，我就是講阿莫騰，我是學堂來。阿莫騰啊，我冇去看到伊 show。我有 drag show。哦，是。直接水嘅，你可以對我對伊嘅Instagram，哎呦，咪你講啦，睇死啊！等，大字幕啊，係咪嘅？大字幕啊，冇啊啦，我做拜個，係啦，我俾個你寫個你 miss drag show，yeah，八代咩？別啦，穿呢，即係剛好，特別好彈喎，冇好彈啊。得，邊領要幾嗬？穿啊！我同佢開開卡，直開卡，直跳舞開卡，你講 black show 啦，你跳下面舞，做下面，你款嘅工啊，就不是講好彈嘅。是哦，你這把 But lu very talented 啊，你 keep it up 我俾佢講嘅就是把刀對嘅時候，你 drag 我 up 嚟哦。啥冇問題。我喺邊隻大地咋？我喺邊隻 Great Penang Island。哎呀，唔是你，我係唔係個邊個大地個？冇，我係大地都未做我衰衰啊！我就 drag 我出來是，特別我相信你啦。我俾出來嘅 result 係是只衰，我咪出來係寫 baby 嘅呢啦。John，吉勤 call 都就係。係咪衰？
你買香港可以哦。你咪只衰咯。冇依家 talented 啲 baby 唔會做出來線路啊，做出來。哦，那個朋友那邊 review 啊，不那個話邊本那個。嚇是咩？那我 keep 佢 course 咗。哇！對。以後佢就別喺啲自己邊面咗。我特別我未曉 pad。你 pad 我未曉 padding。誒，把隻人起來做隻 drag queen 嘅 show 係咪？會使冇問題，等到轉來呢。唔是對，我唔是去表演，我講嚟邊咧學嘅錄音，即係 show。去表演 drag show。我別咯 drag show 我別，啊未必嘢啦。因為我 make up 咧本正想。我今年我畫咧，我看緊鏡，我垃圾我成個阿官呢。我唔愛 make up 咧，真係啲。我特登畫咧，後我就問我朋友，我成阿官。你不要緊，你不要請伊個你畫，請阿莫疼個你畫。那我好看你看你嘅頭毛，看你嘅頭毛。誒，哦，嗱，我呢？我嘅頭毛就俾真正大啊！你快生，未了個，他咪背了個，背清嘅了，你背一直 blend 清嘅嚇。係啦，冇清掉嘅這個了。哎呦，你人做你 online show 啦 ，YouTube。哎呦，別啦，看啦，特別看下咧啊，學堂愛買學誒。啊，學堂啦，過來。是唔是你小山應該學堂嘅數啊？啊，有當播喺香港去本啦。啊，學堂俾佢做工嚇。係咧。學堂俾佢做工嚇。上次別胖咧，都 drag 啊，就係別胖。你放這一個弟弟開卡咧，得咩？啊，你特登咩開卡有人看唄？佢卡笑嗎？誒，你唔是講你咩？係咪屬講你開卡不啦？變靚咗嘛？開卡咪繼續胖。我開靚。啊，我都看。嗱，學堂嚟啊！嗱，你個衰。你個衰啊！阿騰，咩，係咪鬼個衰？嗱，你個衰，到底啱面你冇係有一個。我就上入女啊咯，跟住直係令，我哋啱講到啲韓國 sorry。我找到啲盤來，但到啲節目佢都要韓國。你特別溫馨啊！韓國嗬，有一項件，有樣事我諗是，啲查某啊，樣邊是無橋啦，樣邊有做過，有你無做過，有注意嘛咁冇？嚇！邊樣卡嗬是真正衰。查某卡又衰啊！你在做咩事喎？有一樣物件，即個物件咧嗬，我贊成林世講嘅。我同你講，有一個物件真係要緊嘅。你大啲疾病啦，你突節啦，行咯，你行路，樓梯啊！我同你講，我突早起啦，行去嗰個 subway station 落3層樓，係了坐電梯了，去到一個 station 啦 ，interchange 嗰陣去2層樓，落3層樓，所以突節你是行7、8層樓，然後直起落，我是掛點聲就，掛點聲那是爬樓梯㗎。煮大機嘅咩？冇啦，你運動嘛。運動咧1分嘛，唔是一3幾幾路。特別伊唔是迄種比較強嘅運動嘛。對啊。你行樓梯嘛？你唔是去行鐵？啊，你直接家己行爾啦，古前喺關地你行樓梯咧，有啲人。你冇講我，有電話camera 袂使冚，無產冚聲。嚇對，有真係我唔知，樣嘅電話嗬是未冚聲。講下，我知道你講。camera 未冚聲嘅，camera 未冚聲嘅。姐姐，呢是啊，阿爺，未冚聲。我會 sound effect，等陣我會 sound effect。啊，嚟，伊未冚聲嘅，蝦米聲？最了未？等陣啊！呢個得落呀，等陣，哎呦，終於得落去啊！唔掉。哎呦，得咯，等陣吹波
Si. Aduh. Hipsa ing is talo. Ayun nga po. Mana Hokkien. 有啦，我會記有，我會記。我吹波先啊。唔對。冇啊，吹波啊，不真呀。อย่างจริงโลโก้ชุดอะไร iPhone อ่ะ Samsung iPhone กันแล้วสิเบคำเสียง係咪試下勁一電話聲別，冇一電話攝影別咁。อันไหน อีไมล์ 被接 Hipsa 人。 ing niya เดียวอีไมล์攝影嘛，喂，講你講下學你講卡，อีไมล์攝攝影嘛，而家都頭攝人攝影嘛。你講下做咩事頭翕就攝影嘅因為你話人嘅 subway station 啊，要打掉 notice，寫講都別使試算攝人嘅攝影嘅。不要看韓國字啦，乜撚滯。冇，你看到嘛？對哦。係到啊，未記啊！但少人別看，特別伊唔是學外國人看嘛 ，anyway 學家己人看嘛，就是買可能是上去翕人嘅使，有你翕查某嘅卡，翕查某嘅卡喙啊，係咯，post Facebook 會啊，哦，你翕查我嚟卡，係咯，我就是個翕人嘅卡本嘅，大腿，大腿你自己嚟大腿，我是個大腿。那上映機是馬來西亞假期。對，因為記是馬來西亞。哦。冇嘢，所以你想到啲迄個電車，咁時你聽到就是有人啲翕攝影咧，係咯，伊翕嘅時候，但叫唔是頭翕嘅攝影嚟，你是頭翕嘅時候，我都睇到可能畫照嘅嘛，所以就是買何路有頭翕人嘅攝影之類關係咯。所以日本唔成咩？日本唔成。還是韓國咧？日本應該冇成，我唔係叫佢日本都唔成。係啊，日本其實講人subway裏邊別講話嘛，就點嘅嘛。你看你借你頭頂嘅車，頭頂嘅車。韓國不是點文嘅，特別有講話，係咧有人大聲講文嘅，特別 overall 是 actually 是本是真係點文嘅。我去日本嘅時，到啲 bus， 因日本嗰啲人佢坐過來，我到啲 bus， 即係等陣我聽到 echo 到啲學堂嘅。我到啲 bus 以後，我坐 bus 嘅時候，我你就係叮 the bell 啦，我架 the bell 攞人，直亂嘅嘛，睇佢 bus 未記講，佢點未夠啦，大家一直點呀，很多時咯。OK，แล้ว韓國超電冇攤冚嘅翕攝影嘅時候，切嘅時候。伊試下都有啲嘅。你諗講嚟啦，韓國是按照介紹韓國咧，OK，有咗隻馬來西亞人是唔知啦。OK，講韓國話嘅所在。全世界講韓國話嘅所在有幾個國家？但係人嘅時候就講韓國咯。哪裡？三個國家。三裡啊！我想講哪裡呢？我想講 North Korea 跟 South Korea 呢。有一個所在是真係人大部分。台灣。唔是大部分暑假韓國人都唔知，因為韓國話到落位，韓國話中國嘅邊啊嘛。哦。以前人嘅上人很少到頭邊咯，所以中國就是馬來亞咯，所以有話韓國嘅中國，韓跟南韓嘅中國嘅境裏邊咧，有一個所在叫做吉林省，也就是伊安那隻 province 裏邊有一個叫做吉林嘅 province。吉林嘅 province 裏邊，我韓國嗰邊咧幾片啦，是講韓國話。哦，因為人是韓國嘅人嚟，特別又唔是 Korean，如果人嘅 passport 是中國嘅，以前講馬來西亞咯，馬來西亞 passport 咯，特別有話就係講台灣咯，有時講韓國話，特別人嘅國家話咧，人嘅 national language 是鄧人咯 ，Mandarin 咯，特別人自己啲處裏邊是講。人哋成日人成日講。成日做講嚇。福建話。要人嘅做講是講韓國嘅話。because 係上 area 啦。真人唔知嘅，因為迄個 province 冇講。安怎啊？伊叫做咩？吉林成日先啊。吉是吉大吉。吉咯吉大。Korean Chinese 啊。Korean。特別 Korean Chinese 啊。Korean Chinese 對 Korean Chinese。吉林係咩林？林哪裡茶？雙木。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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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佢邊嘅嗬？
yang 迄邊咧，嗬，你看伊街路邊嘅路咧，嗬，是哪種嘅話？就是講一對面是 Korean 咧，一對是東南字嘅。哦，伊迄個就是 border North Korea 知唔知？伊 actually 伊嘅 border 唔是近係 North Korea 呢對，特別yang過去嘅人有可能是 South Korea，古早係 South Korea，因為講到頂到無半啊，頂到就無，頂到無半嘛，拍前點先無半嘛，伊又紅響後尾個半嘅嘛。係咯。我前日一人唔就講，中國原來有人會曉講韓國話，你寫字本是對的，你韓國。寫咧就是上一種嘅人嚟嘅。你是因為上一種嘅人，所以伊寫冇得揀啦。有 spelling 冇相啦。有伊人會用較濟，用較濟長人字嗰啲，用係搞，愈搞，對，樣就啊。我哋用 slang 就冇相啦。樣嘅term啊，是 directly 啲長人字咧 translate 教他用韓國音讀出來嘅。本有，那有論文啊，yang論文嗰咧不是中國。但係我俾每日就是因為你在成個日本啊，有成個叫你漢字嗬，樣都韓國有呢啊。有韓國有長人字嘅漢字。漢字啦 ，OK， 所以漢字有啥漢字呢？漢字有迄個伊成個到底 South Korea 有啥用無用嘅？我當然即係。Actually， 當今咧嗬，你講三個所在啦，咱再講當今just straightforward 了，講韓國話嘅所在有三個。韓國咧，當今咱講就處裏面，佢就講起嘅韓國咧，就是 South Korea 啦嘛。South Korea 咧嗬，其實是有真一所在古用咗長人字嘅。特別有當咧嗬有教，特別伊唔是當做家己嘅話來教，伊是當做sorry，伊是當做家己嘅話來教，就是講我會曉寫家己嘅名，啊，我再講我下面字是中國音。sorry， 中國甲日本影響嘅字嚟，迄個字是用漢字嚟寫嘅。特別韓國嘅字咧，可是express 對韓國嘅字就成個カタカナ、ひらがな咯。spell 係家己嘅字嚟咯 ，spell 出嚟咯。Those 要寫嘅 usually 都是 more like established family or the elder generations。對 elder generation or more established family， 特別當今 even more established family 咧，冇了，冇咩無聊嘅，因為冇咩無聊啊。technology 小方便，然後攏拍字，較快，較快，真正方便。然後所以變咗長人字較冇呢有用嘅咗 ，except 風險有時節12整，中國人㗎啦走嚟韓國，所以變咗佢就做到對嚟咗。哦，我長人字嘅迄個。行啊！佢就等嚟個興到對，對啦，興到對啦。但係我就講話為學就冇得難，因為因為學起來冇艱苦咗，因為伊嘅話裏邊咧，差唔多像啊。伊只字嘛，所以你係學迄個長人字出來，而且你冇艱苦嘅。但係人嘅 IC 咧，學伊 IC 特別有韓國字了，特別有長人名喺度。哦，IC 特別有嘅，所以兩就係馬來西亞人是唔知是點嘅就。我唔知嚇。所以就是講，樣講俾寫家己長人名先，有啲人較爽嘅，冇較差的。寫出來。一定要解釋出嚟看。因為一出嚟抄。填方面點寫，樣填方面點寫，有所真一隻所在咧，填方上甲政府部門有關係咧，樣寫韓國字了，邊啊有寫條韓文，你就講韓文就是長人字嘅，你就會用長人字寫到呢個嘅名。做咩事咧？因為相應嘅名上濟了。哦，咁樣是像啊。你就講唔常人啊嘛。成個人學緊，人講學緊話是 Mandarin 你寫出來冇事。但係當晚你講嘅時候，你講你 get 念係，我真係頭條是想到廣府話跟學緊話講到時會，我你想起來字話較清楚。意思。講較清楚，因為咱廣府話跟學緊話音真係濟嘛。Because 個零啊，個零跟零啊，咩咧？伊 separation 嘅濟嘛。要。學嘅話，甲講話有900幾個，特別 Mandarin 梗係有400幾個呢。哦，差唔多。所以你看下你，迄個叫做王志忠安尼佢哋名咧，嗬，佢幾難本事嘅。特別你講是還沒志，還沒中咯，是哦。對。記出來咯。所以韓國不是相關嘅情形，所以有陣時人寫家己名時啊，特別寫，你就會 IC 出來，對到。抄，我俾梅啦，你寫下你韓國字嘅時候，嗱 OK。Korean American 啊，即係就是伊 last name 即係就是 Kim 咯。對，幾人姓是 Kim。Kim 是係咪按咗寫等人字？金食嘅金。哦，嗰啦金啦，哦金。幾人姓就是 Kim 啦。了個地字咧，嗬是中國本隻字，
係李。李哈，李是 number 2嘅，แล้ว特別李是因為是李是 common surname 嘛，因為中國本有、香港本有、台灣本有嘅，所以就少人嚟講起嘅。但係講起嘅韓國嘅姓咧，第一人講起嘅咧是哪裡咯 ？Kim กับ拍嚇拍咧拍係咩？拍字炒係拍。拍是一個木，係咯，一挖落你蘿蔔嘅本，一挖落一點嘅。哦，即係破啊咧。冇，一挖落嚟一點咧，一點啊。大家人，等我試下。即係挪嚟姓咧，就是韓國人嘅姓啊。村嘅姓嘅咧，感覺除咗啲嘅啫。特別即係挪嚟姓咧是，你只看到即係挪嚟姓咧嚇，伊唔是韓國人嘅 percentage 咧是少過0.01嘅。OK，等我試下。你講金甲拍嚇，Kim กับ拍。Kim กับ拍是中國有本。即係拍哦。對，拍特別冇幾本嘅，伊唔是一個，伊是一個落嚟係一點嚇，一點冇貴邊啊，冇幾多少邊嘅，一條啲加少邊嘅，哈，對，拍。哦。姓 Kim กับ姓拍嘅人真係多，特別咧嗬 ，Kim 是 number 1咯，就是講你啲街路邊會行啦，100個人裏邊咧嗬，有可能有30個是姓 Kim 嘅。有可能30個是姓 Kim 嘅。係咯，第二個咧是姓李嘅，姓李真係。李嘅人姓啊，李啊，人姓。哦，李 L I 啊，是 L I 啊，是 L E E， 冇姓啊。L E or Y I。啊 ，Y I， 哦 ，because yang讀伊啊。誒，冇讀李嘅，你這就是說，因為這點就是真係。馬來西亞人不唔知咯。誒，等陣，我知，I think 我係做Korean，冇上 episode， 我係正面嘅妹都講。actually because 當今就係人屬嘅 K-pop 吧，即係講你 culture 面嘅，actually 我 feel 到就係人有興趣嘅咯。講我曬。一個人是seems far but still near，but seems near but still very far。特別就正面嘅，我話實對話嘅咧就差唔多講，我尤其是福建話，真係正面嘅就上嘅。係咯，人寫呢人就係，按照寫呢。有人睇實意，按照讀意咧，其實是一個道理嚟嘅，就是人嘅道意，即係道意。人嘅北韓加南韓咧，講嘅話咧，嗬，你聽下就是冇上嘅所在，就是北韓咧有只係 L 嘅，南韓咧 South Korea 咧是冇 L 嘅，伊有特別 silent of the word silence 嘅，伊冇讀出來嘅。哦。Then the other one is those north or south. L is north. L is north. 係咯。Y is south. 有辣椒人嘅都是from辣椒嘛。特別，你話係你 South Korea 人，佢啦樣嘅 spelling 本是寫 LEE 本嘅。因為呢個字就是李嘅字嚟嘅，是 just 係 South Korea 人讀 E。So actually spell 點聲 still 是 spell 到 LEE 嘅。那時我看到韓國朋友係伊是 YEE 嘅喎，是唔是？有可能是李啊你？是，就是李嚟，就是呢個字嚟，就是你有朋友是 YEE 嘅咩？有啊，嚇，咁樣就是咯，呢就係李嘅咯。你唔會就知啦 ，is this actually 李上上嗰啲嚟？發掉誒 Korean 啊，這邊㗎啊，Christian name 喎。我咧就係 Christian 啦，韓國啦。actually 老實講啦，你一無成啦，馬來西亞就話，人講，人講，鄧人啦，即係講，人北京做工咧，而且我老實講啦，鄧人而家是北京做工嘅，因人鄧人是真係，無關馬來西亞好啦，中國出來啊，台灣出來啊，真係蘇格阿冇命嘅，你 feel 到真係蘇格阿冇命嘅，韓國加日本出來嘅人啊，真係少用阿冇命嘅，真係少嘅。特別真係少嘅。講北京，我講潮，講潮啦。喂，佢點解當我本是阿冇名 register 而阿冇名咧，伊冇登人名嘅喎。伊冇登名咁樣。係伊成日就講 Christina Park 啦，就。我哋講咧 O 嘅嘛 ，O 嘛，是唔是？O。O 係 Sandra O。O 是係咩字 ？O 咪是歌咯。講住你 surname Korean， 我們咧都是 Lim。唔是，迄個唔是真係 common 嘅，迄個唔是講就 common 嘅，顧一個顧家 common 嘅是 Choi，CHOI。
，Choi，對，呢個你大家嚟試啊，我再講 lean not extreme not 特別是 common as in common 特別 that is a sizable Choi 是唔是菜？唔是假菜不有人食本呢，有人食菜，有人食菜本呢。菜係咩？你是車，哦，吹，我比較少，吹水啊！無對面是個山，下底是一個膠嘅物件。你識笑啊看？我邊都笑你看。你不要用你 phone 啊，你 phone。對好，我哋講我攞到個 video 嘛。笑我看，這山了下底。明星可你知你寫嘛？有真濟，嗰個寫吹人先有濟，特別寫吹，伊唔是講unique 啦，伊唔是 unique 啦，中國本有嘛，所以伊唔是 unique。你去中國人就讀吹咯，成等人 Mandarin 是叫吹，得咯，你歪啊？OK，我明白啊。吹，真一濟，我頭家就是寫吹咯，真一濟。OK。特別本事你未走嘅就是寫劍加寫拍嘅人是貴嘅啦，本事啦。嗱，佢寫理嘅咧，寫理是 number 2嘛，貴嘅啦本事。有咱咪講上回啦，你人講咱個下邊逼嘅物件啦，有人寫昂哦，是無嘅。冇人寫昂啊？我但是講你用你嘅三個你名啦，定人字啦，你用韓國話讀出來啦，你講你名你講我是下面你用嗰啲三個字，特別用韓國音讀出來咧，嗱就再講你唔是韓國人咧。特別安怎？寫昂嘅人啊，基本上唔是冇咗，是拍正音寫拍冇噶啦而家。特別昂寫咩？昂就讀 Korean。旺，特別安怎啊？我真定住我去 Korea 時，冇我去 New York 時，唔是定住啦。你 Korean 嘅 Daily 佢哋話名昂啦。伊講你是 Korean 係咪話？冇人哋講嘢嘅。伊講 ONG 本冇人寫本嘅。我真係奇怪嘅。講我 Korean want to get to your good books 啦，so to go visit the more frequent。你講 Are you Korean？ 我講，But your name's Korean， 你同我講，你叫我正喎。伊是 Korean 咩？伊 Korean 啊，哥 Korean 呢？有人都有人寫昂嘅，我唔捌看過嘅。伊看到我 ，because 伊看到我 credit card 嘛，所以講昂是 Korean 係咪？寫昂冇嘅。老實講 ，maybe 我唔捌讀過啦，冇嘅。Not to say 冇啦，let's。你比較少啦，只少。Not to say 冇，because when冇 means it's more like impossible. So let's say as very uncommon or rare. No. Why point 是 impossible？ 伊冇讀到伊嘅聲。Because 冇一兩個可能音。真奇怪咗，你講我做緊 on 下面啊 ？Maybe 佢哋話成個上面你上面啲有一個 possibility 嘅，我伊就冇隻聲啦，你哋講就冇隻聲喺度。你去隻昂咧，隻昂咧。你會寫聲 Hong HONG 嚇，有人可能 maybe 想講 maybe 是 ONG 咧，我有嘢老實講，我想唔到咯。所以所以我嘅 point 是impossible 咧，是即係我佢會扭揼個牛落去嘅記下嘛。我冇 sure， 特別 actually 我係 sure。我俾你係你每啲朋友啊，你每啲朋友啊。我知你比較有意思嘅，你特別制嘅，揸住啦唔制嘅。射劍啦嗬 ，OK 射劍。伊無上 carrot， 伊無上 K 嚇。唔是。人古仔，即係你告訴我冇咩記了，人嘅古仔造反係點先啊？伊當嘢造反唔是幾十年前造反咗，是幾百年前、幾千年前嘅造反咗。射劍嘅人咧嗬，伊會走嘛，所以伊咪換成咯。係你劍嘅字咧，2點嘅走，變轉去，所以有真係一人寫轉咧。係咯，初定也走，昂咯，所以變咗事嗬。假如迄個走過後了啦，迄個人所用到對古仔嘅成語咯，就是講太平啊嘛。佢用到對 original， 伊就對初定，佢係到啲內粒劍，佢係到啲內粒，
哈，所以召喚嘅點聲，較有人寫昂嘅。哦，當根本有本，特別真少，特別 of course 人嘅寫，但都是 WANG， 唔是 ONG 咯。對，我就係，嗱，所以我講嘅是，我冇插喺電腦名上面，因為伊每我嘅時是我 credit card 嚟看到我嘅名數，所以伊是看到 ONG 每位，特別唔知咧 ，maybe because 伊是 Korean， 特別是 Korean American，maybe 伊老人 maybe 有可能個冇上嘅，伊人 maybe 召喚過嚟美國咧，如果是召喚咯，to be honest， 金變轉變昂。對，所以韓國唔是冇人寫昂，有特別伊是古早金甲轉等變出來了，個變到對嘅，所以寫昂嘅人。嗰邊咪是，伊咪是一隻咧 Golden Village 啦，金嘅金崩咪就借咯，嗰邊嚟嘅人寫金。寫金人真係借咯，真係借。我一眼隨起嚟我朋友裏邊啊，你就 Mr. Kim， 跟他邊過嚟，跟他邊過嚟，所以人叫全名嘅，所以都那是講我看到你會點寫？有人寫有用，啊？有人寫有用，有寫嘅有，有人在睇，我慌，哦，有人寫有，咱人這邊咱看 group 裏邊係人啦，這個寫單呢不有，真寫單呢，有人寫，有啊，邊嘛真，一個男仔寫邊寫張呢不有人寫，嗰陣我這個羊有人寫，真係寫，我咪。特別我同你講啦，張對張真係，特別我同你講羊啦，冇定丟是鳥就冇定丟就，有可能是鳥本羊。哦，羊 ，OK。按照咧上藝術咯，就我同你講咧，羊冇 L 嘛，所以變。你頭頂冇 N？ 唔是，羊迄個字讀，actually 是讀羊，是 LIANG， 係啦 ，EL 冇而嘛，咪變 YANG 咯。哦，羊，我成個魚。對，所以我同佢 answer 到對，大立頭同我講嘅，可能成黏啊，對唔對？成黏嘅話咧，嗬，伊 actually 咧，嗬，就是攞嚟是黏，成黏咯 ，LIM 咯。特別咧，嗬，有陣時人成 im 嘅 ，IM。哦。yes。特別咧，嗬 ，then again，成 im 嘅話咧，你都有可能有攞嚟 possibility 啊。你 either 是正是成黏，哦，你是正是 im 嘅。哦，im 嘅我啥？你任達華任啊？哦，任達華一人啊，一人啊，一個。伊個昂特別中一條較較長嘅。中一條較長。迄個聲咧，嗬，真得濟。有人聲音，有人聲黏嘅。所以特別聲黏嘅人咧，有可能是 spell 做英文嘅。所以你聽啦 feel 到講，哦，頭聽嗰個字嘅。特別咧，嗬，對韓國人嚟講咧，嗬，是冇 L 緊嘅。哦，比如講，哦，要無插伊看什麼？看渣無插咩 ？Unless 講人梅魯咯，你講魯一個女成是下面黏啊，講哦，我係是係你黏啊。你係梅 Korean 啊？按照 OK， 所以我梅，但係咁我興趣梅我 Korean friend，伊個等啦，伊個看渣，按照試下係使梅，按照梅，使梅嘅，有無笨蛋嘅。我同你講 ，actually 真係人真係 proud of it 咯，因冇笨蛋嘅。Unless 講你朋友是 Korean American 啊，呢啲邊出事邊讀閒，未必邊有咯，可能呢邊有咯。有時呢次韓國佢企嘅話咧，我係朋友，我係同事，我係同事嘅翁就是一大這邊比較出事，特別一個波mini 係咩 ？mini 嘅 last name 係咩 ？mini 冇川 mini。mini 川啊，川冇人寫川嘅。咪等我除為 email。但係你 spell 出嚟啊！有人比較讀嘛？關 mini 關啊 mini 關，依寫咩？關係關啊？唔在喎，等我除。關於咩關？關喎關。依是 KWON 嗰時。關之琳，關之琳。KWON 關係咩？關係咩？關權力嘅權。哦 ，OK。加這兩寫本呢？我而家這邊人哋叫關啊，because tag is spelling one and Quan。Your surname is Quan。Yang 啊 ，Yang，呢是 Yang 嘛 ，Yang。我只行廿每本，我本是 reason 呢個
除掉，因為我驚學堂有隻字嘛，嗰啲，真哦。你講你係對，你咪講係車字特喎，你咪使諗晒，你咪使講係我見學堂隻字，諗晒嗰時鬼，唔是，你哋咪講清楚，我係見學堂隻字，韓國人。我見學堂隻字，你看到隻字。我是最近家再講過來嗬，伊拉會使抹帶囡仔過來刮起國。yang thạc nọ sàn xin đến thạc nọ sàn này đấy hả nếu y lang thật cái biết bà bù lại đó y bà đi Hàn Quốc này做工嘅nếu y mà cái ý kiến來真係讀冊我係買古厝啊我把你個別嘅這個厝真係謝哦真係謝咧㗎啦來讀冊係咪意思啊你看意思唔是意思我就係愛一個 culture 嘅一個按照個文化嘅交流啦唔是咯，係咪文化交流做？唔是咯，我同你講，這種係乜咧？都就有一種係只叫做 wild goose 哦，真係大隻嘅啊，背嘅 wild goose，唔是冇咧，唔是冇咧，wild goose 唔是冇咧 ，wild goose 是大隻嘅燕啊，哦，食隻大嘅，嚇，係一種咧嗬，樣就是講一種嘅 mother 咧叫做 kirogi 엄마，kirogi就是一種嘅鳥咯。媽媽就是媽媽咯，所以人叫做 kilo。哦，背爪係咪背爪？一撮鏡背爪嘅，撮鏡嘅，哦你好，哦你，你叫咩啊？講到特別看到小英嘅一隻背一阿木棍嘅咧，撮到 baby 度阿木棍嘢咧吹嘅。嘢你知？唔是阿木棍嘅等人背，一。韓國只借啊！你知啊？你邦歐啊？唔是啦 ，crane 啊，唔是 crane 是卡特等嘅嘛 ，crane 是卡特。迄個叫咩啊？大粒頭，你再講人 always 徛一隻鳥咧是樣嘅，一個抓包條 baby 啊。就是迄個啦，就是迄個啦嚇。啊，伊吹棒。跟阿我比較煩啦。阿莫啊，咪咧阿莫啊。阿莫話啊，邦歐 ，maybe 阿莫話邦歐叫咩？邦歐就是迄個 crane 嚟。Bangau mengapa? Eh, kira TikTok saya ada si Chiao讲过。Anyway， keep 住啦，keep 住啦。你馬背嚟啊？得？伊馬背嚟，所以我同你講，當今韓國真係正你嘅定嘅就。伊係咪屬於你有？我背嚟正咧，可就是假波士。我解啦。做乜假波士？我解。教學緊我。唔是我解嘛 English。因為咧可，喺 Korea，你愛讀好學堂真濟。tapi I hold English education 咧，嗬是真係少嘅，基本上係冇嘅。unless 你去 foreign school 咯，特別韓國人是未去 foreign school 嘅。so 你愛有學你驚讀好 English 咧，唔是冇可能，特別 too bad 你冇佢嘅環境咯，冇佢嘅 environment 咯。所以有真係有才調嘅爸母啦，甲少年咧30幾歲咧，行咗一類咯，收咗一類咧，嗬，一點樣嘅驚。去學 English，唔是講到學咗，伊要點樣啲一個 English environment 裏面去讀冊咗 ，international school 咗，所以要規定你出嚟係經嘅，先去美國或老嘅落這裡咗，好貴啊！新加坡，特別新加坡，我老嘅及韓國嘅家是樣嘅就我科，所以嘛，所以 KL 咯，那 KL 咧學當今啊，好水唔水啦，當今 because crime rate 就滾，有隻韓國人一邊就是韓國人啊嘛，可能幫票。哦。So actually, lately 啦 ，for the past few years 啦，真係人啊是刷 from KL 去檳城位。Where is 幫票 kidnap。kidnap。所以航向檳城啊，嘣隻當中嘣啊，再真係隻韓國人出嚟咗。因為你係咪 international school 係咪 Tenby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係咪 Dalat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一百個學生裏面有15個是韓國人嚟㗎。我知啦，我厝邊啊，你借我誒，因有在調afford 你上去美國咯。巴布來嘅，跟阿媽嘅驚嚟。巴布來嘅咗，跟阿媽去嘅咗，媽錯驚嚟就巴布嚟就做工，巴啲可能做工。我厝我會 add 一項物件對啊，攏伊人 send 你來驚個了去人嘅 region 啊 ，international school 個了啊。Tapi ia kala cinca gawe. So much so that the 5 percentile of the ranking is all these schools kala to si Korean size. 對，對。特別我同你講啦，老實講啦，這裡是事實啦。特別 actually 啊，讀無好啊，賣讀啦，
白切咧寫生地啊，哈，真係是是，韓國人你 imagine 你細細漢啊 pressure 啦，你五六歲，何你爸㗎嘛？掂過嚟，你換咗你朋友冇㗎啦，去咗。你冇朋友去咗，你嚟政府做新嘅朋友咗。第二點是，個未有講嘅話咧，對，你爸咧是 Skype 嚟嘅，哈哈，你媽出嚟就咗，係咯，即係物件冇相，出去外口係比較看嘅字嘅了咗，所以你就逼掉，要去讀冊，讀嗰啲是按摩冊嗰啲嚟。Of course，細漢期嘅話咧，就較硬咯，你會較快 pick up 咧嘛。有咧是好衰唔衰，我有拄過啊，小學畢業啦，硬嚟正讀中學嘅咗。就是講人12歲過後咧，人嘅 primary school 過啦，伊來正讀中學啊，迄個啊，我講人真正坎坷，講，因為我教佢補習，我教人 English 教 Mandarin 本嘛，人真正無歡喜嘅，真正無歡喜嘅。啲班囡仔就是講囡仔啦，啊13、14歲嘅囡仔個了啊，真正無歡喜嘅。So because 嗬，人會對我面前講伊巴該買歹話嘅啫。我看到嘅啦，我驚係辦嘅啦，我驚辦有一間，伊是頂年讀起嘅。頂年讀起了，今年伊頂年是大一開校。伊買跳等嘅，好，了今年 OK 啦。伊開真心開學嘅時，伊本是別看過嘅。了啊，伊把路伊 OK，因為伊是頭一間讀成，伊頂年就讀成，今年咧就直接來了，幾百班個了吼，吼。巴黎 Korean 了。啊，巴黎 Korean 個了是，個了本是 Korean，特別是幾百班個了啦。啊，今年我看到，總之我看到大隻早起考迄個個了吼，就是 Korean 嘅。因為沒關係嘛，即係物件無相，電視又無相，政府做個咩事？係咯，佢講嘅話又無相喎，你愛佚佗就咩？哦，咧個了無相，個了無相個了咗，所以但都是緊張嘅嘛，就是考嘅嘛，伊無成啊，你唔係你寫件那個無人嘅關係 ，because 一人寫時就無相識整嘅人咧嘛。對，關係啊嘛，可能一行款嘅，要是一行款，你像一個面，像一個目鏡，像一個形，即係像一個嘅人喺度，所以伊紅啱就看到哇！我同你講，伊種迄個衝擊啊，真正大嘅。所以我就記得是真無歡喜嘅度。5、6歲呢，真係。嚇，actually 是5、6歲呢，唔是迄個10歲、9歲，唔是咧，5、6歲掂過來這邊嘅讀冊啊。係啦，今日抹過掉就變咗1部8而已咗，1包是自己畫4刀咯，一個quarter畫1刀咯，畫4刀咯。一個背過來不無辦基本嘛，對唔對？所以100個點啊咪攞過來咗，這邊會買車咯，因為咱馬來西亞無public transport嘛，所以會買車。佢買厝，佢買厝，人就阿冇對水厝，用水嗰時，佢買水講普通伊無可能去吹 low cost 安尼所在，伊定係買水咧，嚇 expect 紅毛大所在嘛，伊一個月你大一間厝，你嘅厝。地少我同你講，厝成本3000幾塊嘢度，而且本是當本嘅啫，所以伊把啲韓國嘅拍片咯，做工幫埋曬鏡係咯，伊類嘅咧是係咯，幫工對厝 Skype 甲伊見啦成班咯，係咯，而且就係見啦是真係無歡喜嘅，所以我有真係好嘅朋友本啲邊領嘅，真好朋友本，讓伊較好，因為伊想到這點咧，伊家己本來。就是伊成日啦，佢講讓羅你因為已經變好事啦，就講揾我未去到落位。俾佢坐下佢到度會讀冊，係啦，用笑就這類咯，拼咯，拼幾多年啦，笑嘅啦，類啦唔敢開咯，傳落嚟驚死你人病鬼人嚇，係你始終都冇成啦，因為我哋見到就係咯，你呢個病寶嘛嚇，呢個病寶嗰度，你所以講冇法得啊，actually 是冇好嘅。I mean of course single mother family 你有實在嘅 reason 能仔啦，特別講明明有老病，本身個冇老病，係你真係慘嘅咯。伊balance嘅，伊未 balance 嘅咯，我平有。你無啊，你無啊，對，你無把嗰是另外咗咋，你有把特別無地個，一對嘅囡仔就，影響就大，所以我朋友會咁歡喜咯。because 成日就 abandon 嚟看嘛，成日你囡仔就做乜事賣話嘅，看，中國囡仔 growing up they see they need father figure and mother figure. They need a male model. Role model. They also need a female model. 你即係中國本隻到底美國ยัง嚟美國。到底爸爸來美國做工，了驚放學，我頭聽到啲 story 呢，伊驚放學中國嘅家己人講，所以變做了樣嘅，伊囡仔嘅 relationship 嘅 parents 無好嘅。And then 新加坡啦，這邊新加坡了，
韓國嘅人過嚟邊咧本是相關嘅。我有拄過，讓大一邊真濟年咧韓國人。所以伊就看到有一個呢 opportunity 就講哇，即係韓國嘅囡仔為嚟去讀書啦，所以我哋買個大間厝咯。買個大間厝了，有間2-3間房間空出來。水，佢哋就是 hostel 咯，水嗬係嚟囡仔大，就是講爸母會使面嚟，依邊做人家庭，依邊做人家庭就我同你講，真正嘅款嘅，但所以有真濟韓國人嘅囡仔是爸母本無佇邊咧，無佇 KL 嘅。伊可能有家庭帶掉樣嚟啫，係咯。伊家庭故事，伊種你都別講錢嘅都類嘛，你別講如果你借你嚇，你會 feel 到就是講伊是 just 一個 uncle 啦，或一個 auntie 嚟講嘅話，能咯。一個驚人有啊，幾點起來讀冊，係了幫學了，我去在路對來，係了咧，我幾點阿妹就陪，係咯，幾點個波士擺好時個啦，冇乜可以個啦，就冇爸冇媽，所以我有拄到見到是伊媽被拍電話去伊啊，伊冇媽聽嘅。冇感情，冇感情。actually 唔是講冇感情，伊冇得嚟冇嘅。伊起行，因為老師講啦，有多一個囡仔會曉講哦 ，I want to go for English education。有多一個囡仔會曉講緊啲物件，嗰啲咪是爸母講嘅。對。所以我喺韓國讀冊好好嘅嘛，係咯，我又唔是講只能教嘅學生啦。如果電話過嚟接，我唔是嗰個死啊。我阿摩字我都看到我頭先咧，我唔是嗰個死啊。伊個未夾班裏邊有人講話本就，伊條單間班裏邊個幾個韓國人出嚟，哦 yes，thank God，有一個韓國人出嚟啦，伊嘛交朋友 ，because 你伊唔是十個人成個人人話你 open minded，你一句話幾慘人，韓國人真正韓國慘人嘅 ，actually。冇啊，我係見我等讀啊，一班一片韓國人，那時伊冇係講話，冇係講 Korea 話，成世冇係講啊，半區人啊。我同你講，邊靚嘅啦 ，of course，too much information 啦。你幾慘啊？代入頭。我等，邊咧有一間 international school 啦，所以人有辦法，人家己猜到一間啦。迄一間 international school 咧，嗬有真係韓國人嘅，但係咧嗬，伊學堂嘅校長講 no Korean spoken in public。伊買學韓國嘅囡仔，啲紅毛面整。用韓國話講人嘅屁話。有一件嘅，我而家所在都一個啦。你知道一件啊？我聽到我都聽咗，每個就是說，每個韓國人樣唱白白咧，樣正式講話咧，因為有當時小妹咧講潮話嘛。所以，迄個等講嗬，你哋家己講，伊無聽到表緊，啲先生辯證，啲同學辯證，未使講 Korean 咗。你非到新來嘅學生啦，是唔是更加逼迫？係啦。你家己我們未使講咗。點解要考？是我就要逼我咧，就是動機我唔係同你講。Because if what assume donkey 像就是定安。OK， 我講聽這個事。donkey 就是安尼款啲學得嚟嘛，唔是。我講聽這個事啦，我哋再講亂講嘅你是 donkey 唔是 donkey 啊？到底美國啦。我教只一人講，我頂住冇去講這 session 嘅，我哋講安怎有個人 feel 到就你是 comfort level 啦，你人別人講你唔好聽話事啊，美國人啊，頭一個就是，做咩人講咩話，人講咩話，人都未講我聽人講咩話，所以美國人做咩數樣嘅呢？因為樣這樣嘅大係一個 language 啦，一 character 啦，一 trait 啦 behavior 啦。所以樣這樣好，就是講特別講到對外話啦，但所以樣未少。你可以 confirm 咩啦事咧？那咁成個你聽就是，冇，這點來啊，這點。It's identifiable trait。這點跳檔。你講咩？我看 fries。一隻 fries， 其實我好多用超嘅用水。哇，McDonald 啊！我咪字點咯。你去嗰邊對啦，我伊人韓國人啊，到啲好平啊，伊人400 good luck to the point of 真係 unbelievable。Is that correct？ 嚇，對啊，真係 good luck 咧。特別伊唔是咁聊問你看，但係話講就早起時就講拍。我有一點我會講嘅啦。Actually 嗬，老實講啦，
我過嚟啦，我真係希望講我工做得好好，係咯，我賣走咗。啊，因為 actually 啦，這是真正好嘅所在。好大，呢是真正好大嘅所在嚟。第二點，我免換車。public transport 落 advance 咗，都下面所在唔係企咗。係咯，一直嚟 app 嘢㗎，你講下面 bus 一隻，係咯，行幾步咯。幾分鐘嘅咯，係咯，坐下面 line 嘅metro，佢個到落位，了幾分鐘嘅點先啊？係咯，你連你嘅 metro 幾點幾分幾秒嚟啊？你本嚟 track 掉本嚟咗。所以我冇時候換車。好大啦，好大。韓國我 agree 㗎咯。The problem in 韓國 is 蘭州人到底。南韓。冇，你是講，北韓嚇，對面嘅，tapi我蘭州人到底對面嘅食到真係少嘅，所以一時少嘅對。但係我同你講啊 ，actually 我身邊嘅朋友啦，伊樣韓國人啊，我就是你唔樣講嗬，你驚我對面爬落嚟哦，actually 冇驚嘅，對樣講，冇驚嘅，跑去咪跑去 ，actually 有時。我會 feel 到真係 respect 韓國人，我啱啱熟嘅韓國人啦，我幾難你理由嘅就，頭先你就是啊，因為冇驚死嘅，韓國人是冇驚死嘅，伊拉冇驚死嘅哦，唔是冇死過就死過了嘅。即個我知伊呢 probably 即個阿龍冇咩知，即個我知。講咩？韓國人嘅伊朗嘅兵啊，真係驚人嘅。你有冇驚死數？唔是人冇驚死，伊人拍正嘅是伊人韓講阿龍大位，伊人係兵真正驚人嘅。To the point where 你講家OK just a case history， 越南嘅拍正嘅是啊。人可能就係講哦，美國 send 兵嘛，越南拍正嘅事是唔是？So what 真係一人唔知就是韓國本有寄兵去越南去拍。有 ，that's why。then 伊人越南迄個 north 啊，伊人教伊人嘅 generals 講啊，但是你拄着韓國嘅兵啊，你唔袂使拍伊人，unless 你99%再講你會贏，但是你99%你袂贏，你 better 嘛拍伊人 ，because 伊人越南嘅 northern 嘅兵啊，得到真係 high casualty 嘅 ，because 伊人嘅韓國嘅兵真係驚人。真厲害！但你咪講咪你講 that's why 係咪越南啊？咪你講？我真係唔知。嚇！你講啊，你講我講啊，呢邊嘅成韓國人嘅邊嘅。你嚟過正嗰下，你發覺講，我發覺講，哇！係咯，就係韓國人嘅比較上邊嘅 ，actually is not true 嘅，伊唔是正100% 嘅。所以我哋人嘅變成韓國人，我哋人冇成韓國人嘅 ，but 都 still 是會使是韓國人嘅。我係 point 上面就是有真一隻人伊邊咧，嗬是冇想加北邊，就唔是講北，我唔是講 North Korea 啦，我是講 Northern region 嘅人啦。因為伊 figure 啊是 Southeast Asian 嘅 figure 嚟嘅，因為。feature 唔是辛苦啦，邊啊？唔是辛苦。你管咧現在咧？差唔多 ，OK， 差唔多，就是因為有真濟人去了越南過後，本有人喺越南跨吧？哦，所以啊，就是講你看到講有啲人，迄個幾十年啊嘛，安尼幾年咗，แล้ว你看到有啲人嘅 figure 是越南面，唔是講越南面啦 ，Southeast Asian 嘅 figure 嘅。哦，咁伊是100%。我有一個朋友嘅 boyfriend， 我一個朋友嘅 boyfriend 是，伊是有 Korean 嘅血，所以我哋邊可是冇想個 Korean 邊嘅，是真嘅。對，你人講嘅事啊，人是啲 stereotype 嚟樣咧。係啦。一看就濟啦，但人嘅邊好似你講 ，actually 唔是嘅。我係邊啊，坐條我隔壁做工嘅啊，我朋友啊，我同事啊，咁樣，有啲人嘅邊是，你一看啦，你係 feel 到講，邊人嘅嘅路邊嘅本身都對嘅。邊人嘅未學嘅咪安哥冇可能是一個面本嘅啫，真係啫，伊無開處，你唔就講伊是韓國人嘅。是咯。即係邊咧啊？即係店裏邊是韓國人。
你所以我同你講啦，但人嘅面本會做韓國人嘅 ，actually 韓國人唔是緊係一邊個人無相，你 feel 到是 actually 人講話款，人做物件款，人嘅 reaction，你會看住個哦 ，Korean 嚟。這是culture啦，culture 唔是 feature。係你是 culture，你是佢 reaction，哦，日本人嚟住嘅，新加坡人跟馬來西亞人搬得出來，有陣時咯。安怎好？安怎好？安怎係搬得出嚟？你啊，我對，代表佢哋講韓國人咧，韓國 traits 啊，伊嘅 characteristics 啊，behavior。韓國人，我講啊，韓國人裏邊咧有一句話叫做叫 Paul 嘅 game， 叫 Paul 咧就是 Korean American。哦，你 game 就是 feel， 我哦 ，he has this Korean American feel， 就是想到嚇，你有你真韓國人就看咗，你美國人嘅時候，你看得出咧就。Although 伊是100%，伊整是韓國整咧，伊大部分是韓國整啦，伊啲美國大漢啊，伊 feel 就是無相嘅。所以韓國人就看就講，哦，你是美國大漢嘅時候，我就看呢邊就知咧，你就看呢邊就知咧。伊就嗰陣時韓國人，你唔是本土嘅韓國人嘅，你就是美國嘅人。而且有真啊濟，有真濟係美國人 ，because 講到尾啦，美國本有 certain level 嘅racial discrimination 本嘛，都有。I mean, go certain level, please. 你看到 election 啊，晒啊。你唔知呢邊 racial 嘅物件真正濟。特別啦，老實講啦，我對佢知道，我不知我有機會時，啷個來講，我感覺到 ，of course US 嘅 racial issue 無上加人外口人，哦無上加人 American， 特別會 portray 誒。Kind of idealistic state obviously not, we're not there. But 我對去 Malaysia every year 我對去 Malaysia I feel like, oh my god, that's so 我嘅 stunned by some of what 朋友人講 about 華拿啊這個人啊，我就 check it out, oh my god, that's so racist. 我大啲邊咧，我半條車見我講，安怎亂講話誒？嚇，我係surprise 講我，有時啊，你款做就是華拿嚟啦。哈，真的，馬來西亞人嘅 stereotyping 有時 fucking heavy 啊，我嚟講，真正響誒。我是叫講伊哎呦唔知啦，伊成日當今成日隻 invisible border 呢，就當佢伊真正危險，真正危險。但係我講嚟講啦，我嚟啦這邊個嗬，我 feel 到嗬，我真係 lucky actually。明講我冇 put effort 啦，我有 put effort， 我有 good 嚟啲所在本，特別你嗬講到尾啦，我唔感謝主，我真係 lucky 本 ，because 嗬 ，actually 馬來西亞佢冇車話你嗬，就你咧，韓國啦，韓國當然啦，有時真係 exclusive 嘅 society 咧，兩本仔啊，因為咧物件是韓國嘅物件就，咁咧字是韓國字嚟，因為人嗰時上次嚟整嘅。電話爆炸乜作用？爆炸作用。係啦，bomb！唔該，佢哋嚟先啲咧，boom！前你點咧？你點喺 Note 7咧？可能有聽並調走哦，爆炸！我呢就係是做出嚟啦，我被講，我被問，有啲嚟酸樣嘅。我被問你係你個Korean 啊，即係講成日講 hello 啊，就話咁冇事，即係日本語。是啦，你就我就係我被 Korean 就講。안녕。여보세요？哦 ，OK。안녕。冇，唔是안녕，係여보세요。여보세요。你播好食啊，你問好食啊？我唔是 ，look over here。哦。因變咗是冇。Hey, listen up. 這個 Hey, listen up. Yes, listen up。係叫你成日注意聽嘅啦。報告。我 depends 啊，但是講你唔知對方是最注意話咧，你唔知嘅話咧，有冇寫咯？但是講你知嘅話啦，你講少特別拍電話你嘅話咧，係咪你就是 yes。so 但我哋嘅係就你 call 咗 ID 你就係撞㗎啦。有時講講自己是最注意嘅，I think 呢個本事你講係啊 ，John speaking。對。一電話就你劍總會唔得？對，我諗就係我特別 pick up phone 是 office 啦 ，because 人 phone 都在是就做嘢嘛 already，so but 你被 confirm in case 別人 pick up 你 phone 就我 pick up this is John，
我講你韓國本身咧，我覺得我韓國即係國家規劃嘅物件，就我是大隻當佢做掉嘅物件嚟。嚇，有時寫 email 嚇，頭一句話就是講。你原本講係你 email 是 discussion，你講就係到嚟啦，你是喺喺你 chain 裏邊 ，OK？ 你哋 discuss 就樣物件嘛，你 update 物件嘛，你 send 到 customer 物件嘛，收到物件咧，你 reply 物件本嘛，你估愛 continue 每物件本嘛，真正謝嘛，對唔對？但係你寫 email，因為頭一句話咧就是 Dear John，this is Alan from Hami Department or Alan from Microsoft。頭一句話㗎，頭一句話你就講嗬，最안녕하세요，你看。就係裏面啦，是講 John 안녕하세요，係啦，我度後面我是講 Hami Department Microsoft 啦，Microsoft 歡迎你啦，係咯，我就是講你 department 啦 ，design team 歡迎你啦，意思但係你 email 頭一句話就是 greeting 了，第二句話就是講你是最嘢就冇關，你係你 email 啲係就到啦，攞就到啦。但係諗你講 email 時第二句話，但係 greeting 咧，佢講一時後面department你就做嘢咯，一直都俾 confirm 就到咯。特別好，啷有成個啷嘅 Microsoft Outlook 咪是有隻 signature 咯，樣有 greeting 時候，即係 set 笨笨嘅，即係佢 email 呢，啵出來啊，set 笨笨咧就是감사합니다，係啦。Hami Department maybe 一些 signature 嚟咯。我 office 我特別寫 email 冇事，一定 automatic signature 嘛，所以你冇抄到 email 就知道，特別你 sign off 係要 signature 嘛，所以韓國嘅 email 嘅一定會，就是啊，一場 header and signature 咯，頭出來有可能咯，我本身係咯，所以我係講下我是 Hami Department 嘅做，但當時而家會未寫人句話嘅就，兩半隻咁嚟做。我冇明白中水樣嘅 style 會咁款咗。polite 一定啊。polite 我講就真係 polite。actually 韓國人錯咗咗，因浪到兩樣冇 say sorry 啦，因講話做咩事就錯咗啦。by right 啦 ，culturally 啦，因是真係 polite。因誒話裏邊咧嗬，真係一 level 嘅。咁咱就聽人講감사합니다，係一種嚟咗。但是講你都到角色嘅比喻嚟咗。你簡版嘅事咯，你簡版嘅啫。你講감사해요，係咯，角色嘅比喻你就講감사해。一樣會向主管嘅人講嘅話入地，所以講嘅話入地咧，樣叫做반말，就是講你講真啲嘅話。所以但是講你講話冇咩識嘅啫，你講話冇咩識嘅，係啦，你講반말，就是講你講嘅話較啲嘅啫。所以我係講，喂，你話你啲，有一句喺你話嘅啫。哦，即係講，你講話你啲，你冇解咧。啊，你冇解，你講完咗，你講話你啲，你冇解。你把當時時候講過一下 repeat 講上話沙刀，成個位底下個人啱冇夠字時候，一直頭 repeat，佢抄。誒，嗰啲講咩咩？嗰兩咩？你最近咪都去嗰啲鐵路 impression 南西，你冇去過嘅？我定到時。我唔係去過 ，start 我頭 start 去。OK，แล้ว你 impression 先แล้วก็ first impression 韓國嘅 impression。韓國 impression 啊，一樣真係碰車咯，真準時。準點，of course 啦，因為一路咧，把手去。and who is public transportation 啊？你知我講譬如講話嗬 ，being late in Korea is a crime。因為路and who 冇搭車個。如果話教嘅話咧嗬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man。啊，是你冇 respect 伊。嚇，你冇 respect 伊咯，冇可能冇 respect 我學到嘅 shuttle bus。你有影是慢一秒，伊就走去咯，就。我人是早坐啦，我早等我伊是講12點行，然後11點59分，你看到佢 can driver 嗰條靠隻飛機嘅，然後你好真奇怪咯，佢飛機過嘅，然後11點59分啦，12點空，迄個 uncle 伊就已經 start 迄 engine 行了。我本時我朋友見日呢 ，since today 我坐一個邊樣嘅一個junior 去看戲，伊比較韓國話，特別我 just 可以去 experience 啊，去看一出stage play 2點嘅戲，我講你看到你手錶，2點嘅戲達到 start 嚟咯，嗰啲人達到 start，一點10嚟字啊，佢啲外口有人啉水啦，係啦，去浸板者啦，伊維固康康嘅，係啦 ，start 你看到人嚟2點1到2點會，砰，開冚，佢就 start 啦。
就得咧，習慣都會咯，你冇習慣都，你話教 sorry 啊，你啲個 void 咧，你冇習慣都係，但係馬來西亞應該有一點咩？習慣咯啊，你話教就是冇啦，所以人食聽紅一係死人嘅，你咧切緊食聽唔多，被動話我知啊，被動話我知啊，and actually 是唔對嘅 ，because being punctual 是真正 important 嘅，and 你講你個會做嗰隻嘢嘛 efficiency 啦 ，efficiency。有時我朋友就是說，我朋友把路去伊是韓國人嚟，到底粗伊是粗嘅人嚟，然後伊去Paris 做工幾個月，有一個 trip，伊去做工幾個月，伊講伊去兩禮拜咧，伊條咧，你講我未當啦，我未對厝咧，講你做咩辦呀？好啦，我佢未當啊，我未對厝了。就是。你俾面嘅本天行就講咁做咩嘅辦呀？不過你這是 culture 嘅問題 ，because 啊，我去成個意大利啊、Spain 啊，你去時候一樣啊，OK，所以我頭是我人到啲我就定我頭一擺去 Rome 時，我人到啲 New York 咯，所以到啲 New York 會pace 快嘛 New York 就急性嘅嘛，你係就去背教 New York 背去到 Rome 時啊。好睇咩？是 everything pause 掉呢啊！你去講，我背記錄，還是 before 9/11啦嚇，所以我背記錄來去教 immigration，單條排隊，美國人嘅咧都就係美國人就教排隊本嚟嘛。美國人，美國冇成講馬來西亞人咧，當然 actually 馬來西亞就好啊，我未教人講咁，你排隊，一成冇排隊咧，就係知你就美國人。有一個為啥隻 counter 一定都是擺船嚇，你知啊？關係啊，就是搞出你擺解估人家無人咧，我你 tourist guide 到啲後尾來，免等咧，行 ，immigration 無人啊，無人執，真係好貴。我一頭見到我 passport expect 一執 in，because 你看到紀念嘛嚇，無人叫我一頭貴嘅了，無隻加上無人嘅啦，咪 siesta 無將一頭貴。Siesta time 噶啦，冇錯，佢見到佢噶啦，知唔知佢？你冇噶啦，佢啦靠得噶啦，冚噶啦，就係直頭見貴呢。你話嘅時候講，安怎冇咩出嘅事？有冇 check 到我冇 come in 㗎咩？關係啊，你都可能3點幾來啦，是唔是 Siesta time 是噶啦冇啲啊？直頭接噶了，只物件咁想，佢去 Siesta time 是不行噶啦，點噶啦冚噶啦。Bank time siesta 冇係 sign 咧嚇，可能我對對嚟。因為我就我想咯，人啊，我就嗱冇人講到雲南人，即係人是 generalize 講雲南就半段，你知是唔是？人是唔是講雲南半段？伊人嘅 culture 啊，無想啦，我是講我想啦，是成個講人有較急性嘅人，我唔是講特別想，特別雲南嘅 culture 是較 relax、較 chill、較辦。伊人唔是笨蛋，伊人唔係是 slow mo 呢。嚇！樣種嘅 relax 的熱帶，แล้ว人急性嚇，咁啊，是急誒，往下面嘅，快！特別就係是人個招去罵講，哎呦你死人法國人啊，你死人 Spanish 你 Spanish 啊，係你扮人佢哋講雲啊 ，because เรา expose to 伊啦，所以เรา咁偏見冇話 feel 到，แล้ว你冇去 accept 講伊教咗做伊影響伊冇上嘅，你去看你去咧，喲 Spain 啊，是到落伊個意大利就好啊，喲，驚。去到時，我去我朋友掉咯，我去瑞士蘭嘅時，我朋友叫伊去迄個我被 immigration 嗰時係咪快啦啲 airport 咯？你教我朋友講係咪度？你講 Miss you came to the wrong country。伊甲伊講，伊隻印尼人嗰時咪我未記啊，就估下伊教我朋友講 you came to the wrong country。只要你叫較緊嘛，要落人就了，正 relax 嘛，中意。你特別 actually 你有好本有好歹嘅 balance 啊，你誒伊人嘅 quality of life 呀，唔是講了啦嚇。In general quality of life，你看嘢 vacation time 啊，樣個美國嘅culture是totally冇相嘅，就是我人美國做工本是真拍拼嘅，了那是你睇。破病嚟講嚇，你睇破病 leave 啊，是想要扣分咋對咯？
even though 伊無寫 officially 就你 HR 嘅 law 係無寫，你 impression 後你就是哎呦，伊做咩數定之後你個破病呢？其實個在睇破病哩，但係 Europe 無想嘅 ，Europe 伊是就樣只借 vacation time 是只個季節嚟啊。到底 US 啊，你談兩禮拜是真好啊，談兩禮拜，幾年㗎？嗱，韓國咧嗬，我有一點咧嗬，我真係熟嘅 ，except public transport 啦，有一點我就熟嘅就是真係安全。哦，我冇驚嘅就真係安全。我問我嘅朋友啦，講當時講幫埋殺雞啦，一個查某放工啦，12點幾，伊暗傻傻嘅落浪行到厝啦 ，OK 哦，無人感覺是無 OK 嘅就，人感覺講無 OK 是真奇怪嘅事嚟就，因為有關係啊，係咪數唔 OK 咧？嗱，人哋邊人講我笑啊，一個查某幫埋殺雞行落浪行，暗傻傻，後來拍車啦，後來掠去強姦咯。啲個人是無安尼款嘅事就 ，of course 你咪講100%無。啊，那我就真係少啦，特別是伊無講自家，你會 feel 到講，哎呦，我驚咯，我 back 條爭嘅嗰陣，你看啦，真係人啦，你啲 public 位咯，你看我來無幾年我就看到咗，人去 Starbucks 嘅所在啊，去 order 物件，一定話個 wallet 係係到做。係啦，去 order 嘅就，伊 computer 伊 iPad 嗰啲喺度頂個嘢，畫騰眼喺度，行去 order 咧。個到端嚟治療嘅，我朋友講我真普通嘅，無人會曉呢物件嘅，因為哦韓國人是真正見笑嘅度，因真正歹勢嘅。你沙拉咧，你厝嘅人啊，笑笑都貴些你笑笑貴金崩嘅，你係貴金崩你作工啊，十大作工嘅啦，掉。你有影時你就講，哇！你驚做呢物件，我覺得你係上面做人啊。所以係真正笑死，所以有時成個大漢就講，即係你唔係唔對嘅，俾曬人哋關做嘅，咁冇需要人哋關做嘅，所以無類佢談對咯。所以啊，老實講啊，我老實講啦，我對馬來西亞真正失望是，就是咧，你落病本好啦，你本嚟有可能拔到藥，真係冇夠背嘅。特別啲韓國咧，你病嘅話咧，你談嘅類啦 ，actually 你係過好嘅日子嘅。哦，你談嘅類會夠開嘅啫。你話你物件冇骨落貴本啊，你話你用馬來西亞類嚟做佚佗啦。你日來這佚佗咧，你看到哇，一碗飯要300半，白飯咗，空嘅飯咗，白一碗嘅飯，整個裏邊1000塊是邊兩個裏300半，300出咗咗，一碗飯後面唔嘢冇咗。特別對韓國人嚟講，整1000塊是人馬來西亞一塊錢喺度，因為這邊談嘅類會夠開，因真係 balance，所以你有骨力做工嘅人咧，因有一個 concept，因會記掉咗，骨力做工嘅人咧。你都未要，你特別要咧，你冇可能未通知係，你 even 你落半好啦，你超工冇好啦，你做嘢冇事啊，你用心去做，你攰嚟去做嘅物件咧，用心，因做工假落嚟，你用心去做嘅物件咧，冇可能冇好嘅，但係是好嘅，所以因啲韓國話裏邊，因有隻字啊，是 Korean 換去 Chinese 換去 English 咧嗬。伊講話是無相嘅，有可能啲 Mandarin 裏邊是一個字嚟嘅，有可能啲 English 是一個字嚟。For example， heart， 特別咧 heart 這個字咧，它係咩心啊？心對心咧，人講話伊係有心啊，伊做咩嘢係用心啊？特別咧講啲 Korean 咧，但是講你會 translate with heart，warm-hearted。He is very heartfelt feeling。即係你物件，你啲 English 咪用上一個字，不是 heart 嘛？啲 Korean 都 translate 點先是四個你冇上字嚟。哦，一隻字唔記得咗，所以成個嗰個 Eskimo 隻字咧，隻字字 for snow 咧，exactly， 叫對人嚟講，韓國人真係有心嘅，人마음、腸、心臟，人嗰度冇上。哦，心臟，心臟就是organ 咯，正係心咯。就是講我何路為心咧是마음不是心嚟咗，我何路為心。即係就是講，我對你有感情嘅物件咧，咱用마음。係咯，創咧就是甲精神有關係，就是講你是用腦去經出來，用心去對人嘅一種嘅態度。所以你看得出，即個 nation 啊，樣嘅人做物件嘅態度，甲同人甲冇是冇相關嘅。我會啊，即係啲人別看，別講我咪韓國嘅物件啊。啲人別。我會啲 damn 俾佢，冇物件。
那邊流行呢冇啦。係啦，佢流行是你有 opinion 是頭頭晚男細講，伊會揀就做事咧。哇，我 surprise 就係物件咯。嚇，因為就人講韓國人就錯咯，冇咪嚟幫我嘢嘛。我 surprisingly 頭次去啊，我覺得講嘅樓梯啊，我400隻啊，講嘅 luggage 啊，即係看到樓梯了。女啊，女啊，嚇 surprisingly 啊，有人help我人更 luggage 喎。哦，有誒，我同你講，上善人嘅，我同你講，你哋，你使講我有拄過，我真是我自己本身嘅 experience，我拄對講，哎呀死冇電了，電話，後來佢隻物件，我接到你隻物件啦，我一條問迄個安迪啊講吼，姨母，你使教我 charge 我嘅 handphone 啫，伊講，呢，一條嘢我 handphone 係啲教都未 charge 啊。係你教多時，後面兩個一樣嘅咋？係啦，我係嗰時 expose 去邊位咋？但係呢個無人會驚講有人驚你唔驚佢嘅。我今日去看戲啦，我今日去看戲，頭一擺前日我係台嘛，所以佢個 actor actually 要跳落台去表演本嘅，所以。佢哋 front of house 叫咩 ？Usher 對佢嚟講頭一擺你有攞嚟殺人嘅，用 shopping 對嚟啦，要攞幾大包去做你衫嘛。你講兩隻物件，我個人嘢，我個人笑起嚟成，等陣間係我人 OK 哦，我亦等陣揾個人咪跳落嚟就表演。OK 啦，一直到佢超廿4個你做落緊叫住佢講係點樣教到佢啦。無論會話講我係物件冇嘢啫。係咯，我朋友一入住前線咧，伊跪你 back。假撈啲 one of the subway station 咗，一群咧一斜講啦，一撞出嚟咧，一群禮拜係啲咧賓館嘅 compartment 而家係掉落嚟咗，一就斜講啦，走去 station 咧，佢叫咩 service centre 咧，佢講我頭晚啲下面 station 去車，到下面 station 落嚟咁時候我未記 way back 對到落位，一樣誒 call 呢 next station 有人借條 MRT 上到對嚟可以啊，單啊，好啦，啊，一條名單嘅 ，actually 樣 service 真係好嘅。你能講人錯攞錯攞嘅人，時間了。我未聽下不好，你韓國方面嘅都咁快就不好嘅呢？因就係人只是嘅配套嘅。哦，一次人配套。一次注意人咯。啊，念照注意人，我講拜個啦，拜個阿名啦，你看人念照注意人啦。搞個佢度卡。啊，搞個佢度卡。好，樣，買對處。Hello， 接 subway station 咧，接 subway 咧就都接 subway 而家都講驗嘢啦。係啦，有人有一個 uncle 是啲教語言，係咯，咁樣我特別爽啦，講我都是有東西冇退哦。咁講 uncle 都買你款 uncle 係車了 ，uncle 買款，แล้ว未當咧嗬，未當咧嗬，就會因特別有一個人走去。拍電話啦，嗰時啊，以 next station 就制啦，係啦 ，next station 誒，開門啊嗬 ，one of the 佢哋 staff 就進來咧咯，喺度叫安哥9點鐘對處了，來我仔都對處，馬達就來啦，我仔都對處，所以拖佢哋安哥出去咯，上有啱嘅係啦，拜個阿妹，嗰時拜時阿妹去度咧，你哋上過咗10點啊，你接。你subway station 咧，你特別就當係招嘅嘢。哦，哎呦，你rasa到一樣嘅生活做工逼切嘅事，所以咧，用 weekend 是就不啉酒，食一本乜嘢啦？對，成日你講呢，特別我哋講，我第逼切係咩嘢？我第逼切就是韓國人是冇暑假一個人嘅，冇暑假一個人，伊唔是講 one particular person， 我是講用冇暑假一個嘅人。冇OK，所以我同你講啦，我第一代，我 loneliness 冇暑假一個人嚟 by yourself， 對，有冇暑假，但冇暑假 ，culturally 有是冇暑假嘅 ，but lately 做嚟做去，你看你人嗰度，就是講我愛一個人，嚇，我愛一個人，我買架朋友白白去嘅，我可以連個。我可以用 computer 調過卡，為啲沙巴寫掉。privacy 啊，但係有時比較啦。我係一個人嘅，所以我嚟舊咧，我都到第一代冇啲寫邊度。放工咧，我全部唔記得咗。安怎咧？你說你自己一人做？對，因為我自己一人去做。我去啦，你即講我攞去10間啦，9間咧嗬，本時伊個物件，你看伊名到了。哦，嗰人4個人公司，2人公司咧。2人公司嘅，你有一個人食就，你會買掉本嘅，你食嚟再去買上物件咯。哦，冇呢 variety， 呢 variety 就咁多。你陣間嚟，即係你 lonely menu。我同你講，
exactly 有安尼款嘅物件啦就，有 app 啦就，有 website 啦就，樣叫做混雜就是一個人咯，啊，咧拍就是食嘅物件咯，樣叫做混合就是一個人食飯。哦，一個人食飯，所以有 app 是講好，一個人食飯要幾多路呀？我 help 你除嘅啦啦 help 我除嘅，所謂除講好 ，single friendly 嘅 meal friendly 當然就係當然較有咧，我 because 我當然我掠到迄個字啊，就我就講 certain 啊，成個定條你講你樣參一字，伊個嘅一字，我 search 你 keyword 咧，我就講哦，我咧物件，見到咧你 app，我一介紹物件，以後我再加字講一個人會食愛開落這類 ，because 有時當好食一個人去食，真貴。哈，你食大包嘅，食大包後邊有搞咗大包。因為我哋 minimum 買2 portion 呢。對啦，就是這個問題咯。哦，你唔是無物件食，你食嚟食去食物件咯。你愛食較一 variety 較好料物件咧，特別攞餐一店嘅人，一店。especially barbecue 啦，你愛食 barbecue 啦，或者bulgogi 啊物件。就是上家去食，我去食迄個杜骨湯。迄個杜骨湯，迄個감자湯，我傳南西去食，我傳南西去食，是我是家己有 personal agenda，因為我平常時無通食嘛。啊！我買啲材料。啊咧，伊個翁來，我報掉啦 ，yes 特別去食迄個物件咧 ，because 一直來就是三個人食咯。哎呦，我去材料啊，龍。來，你隨幾個人來啦？我才驚食我才驚食 Korean food。那是講你是成個 reunion 成 gathering。邊個食個都燒去啊？伊白食嘅物件，三四人白食咧。一隻老咗，一隻圍攞咗隻攰咩？連燒啊隻呢嚇？有，因真係屬於老咗誒。但所以 being alone is。我啲邊個辣味？我辣切味，我食那個字。一個字。有，一個如果你翁老人顧你驚，所以伊會食物件食咯。我會食物件食，你講放假咧食物件，我嘛是經常都對上一幾隻好上長嘅物件，如果別個物件上貴啊嘛。我未รู้到底嚇係咪標？我未รู้到底係邊啊？豬隻啊，到處個叫豬隻。豬對，佢哋是阿妹 midnight food 咧，成日都去飲啤加煎雞 KFC Korean fried chicken 啊，我未รู้就是豬隻到嗰邊嘅，是普通嘅，成日都較濟人是家己都做豬隻，還是出去嗰隻，係咪搞錯？你公司裏邊咧嗬，有隻問題咧嗬，你常常聽到無相嘅嗰啲梅魯嘅物件，就講，例如講，你接視線嘅公司啦，我有記落來嘛，我接線嘅公司啦，啊，樣就講我是做資料，所以嗰啲 A、嗰啲 B、嗰啲 C、嗰啲 D， 我常常有 personal 嘅 conversation 啊嘛，樣常每嘅物件咧，頭先就是你有 girlfriend 啊，第二物件咧就是講嗬。拜禮拜食個最好嘅物件。哦，你拜禮拜都貴呀，全部啲我都叫盤呢先咯。拜禮拜都除個 friend 都嚟講。然後第三項就是嗰個對出嚟邊有豬腳咯，都有數噶，對出嚟邊豬腳嘅。哦，第三項你樣係咪嘅？第三就是對出嚟邊有豬腳咯。哦，你有樣 lunch 搞咗係咪？佢就是 office 嘅物件去食㗎，還是出去食？我甲你講啦，人看哇，韓國人真係無閒咯，做物件啫。對，我教我哋做個幫埋曬嘅本咧，特別咧嗬，人真係 respect lunch time、dinner 加 weekend 嘅，真係好密嘅。lunch time 就2點半啦，你就2點半，你店裏邊嘅 junior 啊，就企起嚟，喺度食啥先咯？請你去食。食啥先？冇，伊講嗬，伊講 manager 一隻杯啊，好，隻杯，就2點半，佢公司。冇人噶啦，而家，係啦，1點半正就對嚟噶了。辦公咧佢又錄 OT 又好啦，7點，但係講，係 OK，等陣啦，我見咩咧俾關咩工咧啦，就俾先嘅，7點就做嘢，即係1點正啦，對而家嗰啲都做緊嘅。係啦，而家公司啦，包括我嘅公司本好，阿妹咧，你若是講做嘅話咧，dinner 你做 OT 嘅話啦。冇 OT 嘅工資，特別 dinner 是公司開嘅。哦，都 dinner 嘅咧食你未？哦，是。係咯，做咗上話對處咧，貴咧就1點嚟4啦，就taxi 對處啦，冇講到taxi 企落回本啦，嘅咧食你未？
哦，啦，特別季節咧，嗬，一個河路 certain 嘅一筆類30千正嘅類，咱馬來西亞個100塊啦，你食嘢咧100塊幾俾錢。哦，你真係說 ，because it encourage 你讀個這車。knowledge 我才講 Korean 就係 knowledge，樣真嘅 knowledge 是真嘅要緊嘅啫。有時咱講話等等真嘅教過啦，係見人好學，特讀車啊。而且我時時想啊，韓國人嗰個響嘅。我嚟這邊我 feel 到我 first hand experience 嗰個響嘅，因上班連公司做緊啲 corporate 啲啊，但係季節你食嘅30千幾俾車嘅啫。你我會講，特別俾個公司有關係啫。我唔要緊呢，你睇你對路嘅人有用嘅車對使咧，有用嘅使咧。係啊，路搞嚟講，路歡喜嚟講，路講會做得較好。你前面係啲公司為咗，有時講你話你睇咧，你係啲公司學白人睇咯，對唔對？有時講你而家對佢你冇人睇，唔要緊盤呢。就是講公司是 support 你按你款做。特別 trust 你本來要 trust。actually trust system 是真有緊嘅咯。我香港嘅朋友嚟到，你在香港是真貴險嘅狀態係嘛？我香港嘅朋友嚟看我就，然後一別拄到我，別講是貴啲 OD 咗，夾尾拄到啦。然後伊講我拜山，我除咗去食 lunch 我就是我對路啦，我去你公司邊，咁你食 lunch 啦，就顧無下咗咧嘛。你一去㗎咧，我就擺咧嚇，我講去我公司飲隻咯嚇，講話啲公司有關你，一去咧，你講點解冇人嘅？嗰陣冇人啊，會接對嚟㗎嘛？嚇！貴公司會冚掉了，會冚貴哪怕了，佢暗淡薄了，แล้ว門是開掉嘅啫。公司你冇人嘅啫，你冇見啊？你講冇見啊？冇人頭睇面見啊？你教韓國人講韓國人，會非常奇怪嘅就講，入你公司做咩？冇人頭睇面見嘅，所以我非常真歡喜是，因真係上世人。誒，真係上世。Because crime rate 嘅。我非常，這是真好嘅一步嚟，馬來西亞我極少是點咯。你嗱後面有冇爭就講，哇，一半啊，你拜佢講，幸福少啲啊，reback 少起來，哇，啲告你啊，冇人驚這裏面嘢喺度。Because actually 我在度，我點我冇教佢你地步啦。Because 我嘅 country 較大，特別 US，我嘛，特別我對其實我嘛，特別我教大話，當時我咪是我係 handphone，我冇。喂 phone 我部嘅 case 我部係特別，我嗰陣時係特別用，所以我借嚟我是係度頂嘅，你睇下，我媽特別嘅我講，你特別靚，你別使放掉你看，人嚟就刷起啫，所以我當見我卡咩啊，所以我特別對時我清掉 back 啊，是嘅 back，我係啲嘢係度頭整嘅，你看，我大正受估啊，我未記，你頂到特別靚時有可能個部呢，只係那個啦 crime rate。แล้วตองกิมว่าจะตุ้ยเป็นได้สิว่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ซจิ我คิด到รู้มันจะ成啊你頭都俾看後背頭整後背咧隻看話你物件咪使是耍hand可能到這邊呀 especially 我這邊啦 because 我到啲 Midwest 啊伊個 culture 較 friendly 啦冇啊所以我們安尼見成我去像我食物件像我去食 buffet 啊什麼我冇啦 because 我自己見嚇我你使人係等話我咧係咪到底你去 buffet 去夾咪夾咯嚇，你個到底嚟嘅食，你等話你包嘅咧係到底嘅喎。啊 no， แล้ว我嘛特別教大話，咁你望未記啊？你唔是大病啊？你特別寫字，你係就對你是冇嘢。我同你講過隻物件，講到上線咧，嗰陣時啊，我嚟嚇，我係 bank card 咯，我 bank card 係 ATM card 嚟咯，ATM card。買物件 ，ATM 卡坐 taxi，ATM 卡坐電車，坐 subway，ATM 卡去 7-Eleven 買物件。所以你係你 ATM 卡咧是真係 OK，所以你看到真係人啊，用條頭前位，咱用 ATM 卡嚟，咁用係是 ATM 卡，好類個了。所以你連簽名都免係買物件 ，because 冇人會去搶你面，冇人去搶你。用你格啦，上面，你可能 scan 咗嘢啦。對，你可能 just scan 嘢啫，所以你去集賠本好啦。但係有陣時我禮拜啦，我佢禮拜啦，我禮拜裏邊有可能佢就一攞張 ，let's say 啦 ，US dollar $1-2一攞張啲裏邊嘢啫。我上班時我見過就咪見本啊嘛。你咪用條現金？我咪用條現金嘅啫，100件條裏邊咧99件咧係嗰陣時有佢哋 machine 嘅。一直是去 scan 落去，有 certain 嗰個好料個，你就自己嚟邊是 self service，到啲 computer 會查咗佢嚟邊咧，嘟，佢叫 order 嚇，佢叫 order 咧，你 Q 你當出嚟啦，自動9月等就使啦，呢邊嘅就送過嚟咧，所以即係唔是我愛講嘅 point 咯，我愛講嘅 point 是咧，
因為你講你自己公司，因有一步無好咗 ，hierarchy 嘅 system 無好咯。有隻人飛得無好，特別我飛就講 actually 唔要緊嘅。你自己公司做工，你講我是冇得畢業出來嘅，所以我是 junior 咯 ，junior 就起來邊啲，所以 junior 有一個 level 咧就我就是 junior， 所以我對面咧就是有一個 senior 對面有一個 super senior 有一個 Ultraman 就是起咯。所以你拄到人嘅時候，你就要叫佢就，你就叫伊名叫 John 啊，我係叫你講你是 senior manager 啊 ，senior manager John， 你連 title 冇叫出嚟嘅。哦。是叫 title 唔是叫名嘅咋？你是叫 plus title or 個千人杯叫名 plus title or just the title， 所以就係嚟叫嘅。and 你看我嘅 level， 我講 because 我37歲咗啦，所以伊請我嘅話，伊冇可能學我真係嘅 level， 冇可能嘅 ，because 你按照做人按照看路，對唔對？伊冇上到是點咗，所以學我就係嚟看嘅，講 maybe 你冇教佢 level 個 ，maybe 你個貴啦，但冇啦，你學個隻物件啦，你都會。啱你 level 咯，所以我同你拍片咯，同時我做你 level 啦，我 at 啲唔是 report 到話就 ，just 網上地方嗰邊比我個 junior 比我個少年嘅人，有可能比我個舊本嘅就，不讓少年嘛23、4歲呢，或者中國到比較出來，所以讓你是 junior level 咯，所以我有 responsibility 嘅就，即係是 under table 裏面講嘅，under table 嘅，所以你特特季節2禮拜又好，1禮拜又好，讓10半點先，俾注意人念咯。啊，冇就是後面物件，嘅 order 攞掉個數據了，嚇，我來出類，來白白來食，所以有拄着，啊了，你就是講你做大嘅，你先攞是比人個關淡薄咧啦，特別係啦，你你講，你特別識做，嚇，你特別識做，你 even 先攞無關本，老實講啦，其他人就係鬧到別死嘅啦 ，OK， 別講貴嘅都攞嘢啦，係咯，你做一點咧嗬，有陣時講你無用嘛。你未去請人就講，就佢冇請人就物件喺度，所以特地會設辦法，我特地會設一個辦法嚟請人就物件度。所以你會使廿你會開個 ATM 卡，你知道教學啊 John 啊，叫佢俾物件，嚇叫佢俾物件，你知道叫佢俾物件，你講你佢俾就冇注意啊，你接物件對你學人講，哦，愛俾物件咧，因知道免懷疑啊，就因呢邊咧，我可能講嚇，做乜事冇數叫我俾你物件。啲佢咧俾咗，人講哦，你係我俾你物件，凊彩啦，你俾牛鈴啊，嗰時谷啊，看最啊，誒叫Jennifer 看伊個隻物件 ，Albert 看伊個隻物件，啊 OK，跟我去，係啦，伊就叫我夾去邊，一開句咧 ，I will not ask。哇，俾保護，就是哪個俾保護咯，哪個人？當個俾保護咯，你睇啲韓國人冇人哋話解咯，你會相信人咯，所以你佢就夾去咧。你就會使去開咧就，係咯，但係你哋有錢咗公司可以開呢度，就是公司講嚟邊啊，公司講但係阿未去知啊是啊，阿未去知。公司講嚟即係要搬6張卡出嚟嘅，6張卡開不是上一個講嚟嘅，係咯，6個 department，但係你 department 嘅 director 搬一張係你卡嘅，係你卡開你就是上一個講嚟嘅，一個樣是 director level 或者係實開，所以你哋都就講哇 ，OK， 先正是咧，我冇得鬼就是你。8個10個咯，8個10個啲中國啲韓國嚟講是比當人家國家大日子嘅度，因為 Thanksgiving 嚟，所以 Thanksgiving 咧，頭家哋都會識做嘅嘛，用公司咧就會請大家去日本去 lunch 啊，時候，แล้ว呢個頭家佢冇影咗，故事就 important meeting 咗，一直就叫你解出嚟，你講下，嗱諗起隻啦，記錄，伊冇學法出嚟咗，特別呢個亂晒啊！亂晒咧，你會 confirm 講，啲人被歸還嘅，因被 abuse 人嘅 trust。而家就係講，你 abuse 人，咪到你俾人做人就咁可以做，所以人識做嘅講 ，OK， 我去借啦，所以即刻佢抌波嘅物件，即刻歡喜到，即刻好到，佢被歸還嘅，所以以後識做咧，即係對嚟咧嗬 ，receipt 就夾興到邊個頭嘅，所以我真係暑假，即係 trust system 喺度，我真係暑假 ，because 你會相信人啦，你做物件比佢 efficient 咗，and then 嗬。其他人做物件是真係 OK 嘅，你明叫要歹勢個攞你啊，佢會攞好累。Sorry， 韓國是無限嘅物件嘅。你請啦，你下一檔你會去請到對人哋使咧。買咧嘛買咧，冇備啊！你是衰無話解，你是講白檔關係啊，問叫 John 啊，買叫伊就係大郎。我去韓國吹浪嘅時候，我學人請你一對啊。韓國嘅女啊，有一個，你講三，對你嚟講嚇，
對我嚟講是真係應嘅。哈哈，我一稱，滷一顆。哦，一稱 ，OK，so 我成個我去 Starbucks 食物件，一熬個冰食個60啊，6000塊，6000，所以滷6顆，6塊貴本啊，所以伊 standard of living 貴哦。慣咯，即係慣，馬來西亞人未當咯，新加坡人會當，馬來西亞人未當咯。US 人我對馬來西亞我 feel 到成個我特別好夾嘛，因為試到嘛咧。特別我去過嘅時差唔多上咯，我唔知我冇念 Starbucks，啊呢 Starbucks 是差唔多個6塊咯，佢。上咯，所以講我人嘅 standard 上啦，所以我未成日講去啊，感覺就好夾就對啦。我要去印度啊。sushi 你一個 roll 一條咧3000，所以滷3塊咯。3塊一條貴本啊！但是我去馬來西亞這個謝，我買去啊韓國，我當見馬來西亞就係韓國 restaurant 啊嘛，就定時時我去我爸六個廚對面講佢，哦韓國 restaurant，我 actually 我唔是要看韓國 restaurant，我是要吹。伊有 WiFi 啊，通看伊3個，還有 WiFi，第二條看伊隻櫃度頂邊有插頭，啊有插頭個 WiFi 很先進。WiFi 我在 internet 就看到好South Korea， 對，真係快。你冇看伊？有時你看 baseball 咗，看 baseball，有時你真我睇到佢只開一出，哎呀我顧3億個，用未了。我講聽，你當見過咧好是用你 cell phone 嘅咧，還是有另外？你都錯咧，我同佢用掉嘅是。你幾邊啊？Public free 啊 ？Public free。哦哇 ！Public 嘅咋？即係 internet 是有陣時，我用咗很多時用咗 data plan，我就行到另外一條路廊去啊，有可能跳一個變咗是 public wifi 啊，因為有真正就有 public wifi 嘅。哦，public wifi 快本啦，我看你 connection 你好。啊，我到咗去啊，我是幫工對嚟愛漲 A， 我幫嚟到咗就去，即係是 1.3 G 嘅啦，我漲 H 嚟呢都好咧。哇，好死啊！小 OK， 小蛋啊，喲，先啊，等啊，我能可能，佢講就正面嘅，不得嚟。或者我咪講韓國隻啦，咪講韓國隻，我講就隻個，然後我咪講韓國 fashion， 哇，打貨 ，fashion 你是唔是講打貨？查某你使講咯 ，OK， 反正咁多都係笑聽，今次呢禮拜我特別嘅邊呢，就是啲啲 MP 啦，韓國嘅阿莫先生，阿莫先生唔啦，咩韓國嘅校長阿龍啦，你係時間借電啦，借電都三下借半啦，嗱時俾咗就三下借電。嚇！我新響喎。你新響啊？借半啦？我只睇14日都嚟。哇！而家你一新嘢啊？新嘢冇新借啦。啊！你等於個隻獨堆啊，continue。冇隻麥當勞。隻麥當勞隻 French fries 咪是隻菜？隻 French fries 咪是隻菜？冇寫菜，係你菜做背。OK， แล้วก็จะมาเจ้าขี่ได้นำทรายแล้วแล้วก็ตอนที่Skype 係俾我代入頭，今次過嚟聽張小聽，下禮拜接你小聽，下禮拜我哋是講咩？比較好啲。affair 投資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各位，bye， 嗱時講啦，攞嚟講就啦嚇 ，OK， 我睇上次特別少唔知有人嚟講我，所以我 try 講下，嗱時冇嚟講我就講 vape， 哦，咪講 vape， 嗱有走啦，你講之前咪佢啦，你講你，誒，有人 vape 我下到啲 Korea。韓國，我樓下正度自己啊。哦，未必講 vape 啊，唔係講，嗱直接咪講，多謝，係咪 topic？Sorry， 我就未曉呢邊嘢。你咧 ，fair 咧？我有啊。OK， 講啦，講 fair OK。啊，嚟各位聽眾收聽，感謝阿禮拜嚟收聽廣告就感謝，拜拜。How long was the last session? Huh? How long was the last session? 1 hour 43 minutes. 但係個頭就你 topic 差唔多1 hour 40 minutes 咩？
那時我過來講，我就掛到一半無來講，我就只好找房，開始是找房那本多。OK，然後當你看咩好？誒，對嚟啊，這點。到對嚟啊。OK，龍到對嚟啊 ，public WiFi 嚟快。Goodbye。咪等，講我7點鐘。你講咩？阿飛。阿飛是成個投資。